Excusez-moi, s'il vous plaît. Bonsoir, messieurs, dames. Bonsoir. Je voudrais, s'il vous plaît, 2 chambres simples. Une chambre simple, je n'ai plus, mais... Maintenant, il n'y a pas que chambre simple. Je peux vous proposer une chambre nuptiale, si vous voulez. Oui, d'accord. Vous me suivez? Merci. 你跟他说什么？哦，老板说单人房没有了，只有一间蜜月套房，那我就要了。那我们换一家旅馆吧。要去你自己去。如果你在这个镇上找到别的旅馆，那恭喜你。我不去，再见。我看你根本就是故意的吧？你明明知道这里只有一间旅馆，就一个蜜月套房，所以你才让我跟你来的吧？你别把事情想得那么美好，好不好？我占你便宜，是你占我便宜吧？啊？我宁可在外面睡，我也不跟你进去。随便你啊。我告诉你啊，法国晚上很冷的，而且这么古老的地方有鬼的，小心啊！干嘛？你身上很臭哎，赶紧洗澡吧。哎，你干嘛去啊？那边有个湖，我去裸泳啊。怎么样，去不去？好啊，你等我一起啊。洗完了，还真挺香的。说吧，一个富家千金为什么会变成狗仔队？其实，我这次是为了我的未婚夫来的。一点都不意外。继续。那个女人是叫凤仪吧？不错。有人告诉我，她可能是我未婚夫失散多年的母亲。什么？这件事情我未婚夫不知道的，我没告诉他我来。谁跟你说的？跟你没关系。证据呢？我有一张那个女人年轻时候的照片，应该跟那个凤仪是同一个人。所以你就以为那个女的是你的准婆婆？你看，你爸也一直没有给她名分吧，所以我觉得她是迫不得已才跟你爸爸在一起的。我希望他们母子团聚，然后我就去说服他。所以，我希望你安排我们见面，但你不要惊动你爸爸。那个女人是抢走我爸的女人，你觉得我会那么轻易的让他们母子团聚吗？做事情不一定要那么极端的，你帮助我，可能也是帮助你自己。告诉我，谁告诉你的？是我的一个好朋友。也是我未婚夫的前女友。她叫什么？你又不认识。你连一个名字都不肯给我，我怎么相信你啊？她叫来雪。你认识她？我跟你说，那个女人不是你未婚夫的母亲，你被人骗了。还有，这件事情到此为止。今天发生的事情不准和第3个人说。如果被我知道的话，那我跟你在法国街头拥吻的照片，你自己在网上找吧。你凭什么这么肯定？
你有什么证据？为什么夏正老的女儿那么笨？我们还是至今可相拥着好吗？爱情。Oh my god！ 喂，起来啦！下来吃早餐。我不妨碍你跟法国美女吃早餐。法国美女，比我妈还老啊！啊？怎么样？爱吃不吃随便你啊！喂，怎么又下来了？不是说不吃吗？嗯？我警告你啊，别用那么爱慕的眼神看着我，小心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嗯？怎么今天不说话了？是见识到这些法国大妈多无语的事。哦，有你呢，还笑那么开心。你们说法语，我又听不懂，所以你可以教我2句法语吗？对不起怎么说 Désolé。 Désolé。那你这个人还不错呢。对了，苏贝克维。对了，苏贝克。苏维昂。对哦。苏贝克。对哦，苏贝克。Cette fille a l'air tellement timide. Comment est-ce qu'elle peut dire des choses pareilles? 为什么笑啊？是我发音不准吗？没有啊，他们说你学得很快，聪明伶俐。
Maxi， 你凭什么那么肯定我得到的消息是假的？你这个女人真够轴的，怪不得那么讨人厌。麻烦你必要的时候动动你的脑袋，你的脑袋不是用来摆的。如果你的未婚夫真是我们乔家的人，不用他自己找，我们都会找他的。这不单单是认祖归宗的问题，而是整个乔氏的问题，明白吗？